第一笔，不管多少，咱们都捐了。捐了？对，咱们捐给抗日的。这是我跟我大哥学的。你知道我大哥那个合计发冷完，就是因为支持了抗日，广受好评。哦。可问题是，咱们跟他不太一样吧？咱们跟他是不一样。咱不捐给军队了，那个东西太远了，咱们够不着，咱们就捐给广州的警察，他们太辛苦了，天天抓日本人的奸细。我在想送给他们些什么东西，要不咱们就给他们捐个小汽车。嗯，我琢磨琢磨。老板，我还有一个想法。咱们当天把警察局的局长请过来吃席，拍卖结束了之后，当场拿钱走人，公开透明。我们第一笔要的是名利，先有名，才有利。大卫啊，你小子上路了，我马上安排。立夏，师哥，确保他能来吗？老谭托了很远的关系，又亲自上门邀请匡庆奎回来。需要下多少？怎么下？大大方方的放进菜里就行，单吃它没有毒的，也没什么特殊的味道。但是大哥，那一天我们一共有10几道新菜，需要我下在哪一道菜里？最好是最后一道菜，2个小时之内再让他吃另外一种药，他就死定了。那另一种药谁来下？拿了我20根金条的人。哥儿啊，听说明儿有宴席吃啊？名厨，新菜，带我开开眼界去呗。除非你把陈山河的脑袋给我拿回来。不是，我可真没收钱放他走啊，那是大罪，我可不能知法犯法。那你的钱是哪儿来的？我别跟我说是赌博赢来的。我查得到，我那钱呢都是攒下来的，当然了，也不是靠工资攒下来的，反正验过拔毛呗。拔谁的毛？谁的毛都拔过。就这个，上次知道它不是纯金的，我又去敲了那姓徐的一笔，恩宁街那宅子就是拿这笔钱买的。廖46，你是一直跟着我的老人，我不想眼看着你最后被我枪毙了。哎呦，奎哥，我知道你是最讲情义的，不会看着兄弟不管的。我这不是还是盼着您早点能把我提上去吗？你去忙吧，明天跟我去吃席。哎，那我去了。
两位哥哥，明天的事取消吧。什么意思啊？立夏跟我说了，虽然说的不明白，但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。你们要杀匡庆奎。别在神灵面前说什么生啊死啊的，不吉利。真的不要杀他，他是负责抗战的重要人物。他死了，对抗战有伤害，对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也有伤害。不懂，我们也不参与你们那些什么党啊派啊的。国仇家恨，国仇在前，说明他更重要。你们杀了他倒是快意恩仇了，但是对国家不利啊。这种时候，家恨要让位给国仇啊。我们今天来就是烧个香磕个头，后天呢我大要绑开业，你带着小妹来捧个场吧。哎，我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。照顾好小妹啊。老板，哎，您再看看这个。哎，好嘞。你说的情况属实吗？属实。我一得到消息啊，就马上去阻止。但是陈家兄弟不接受劝告。邝庆奎主张抗日，虽然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抗拒的，但是你要团结他，他现在不能死啊。我劝他们。国仇大于家恨，国难当前，先要一致对外。虽然我认为邝庆奎应该被枪毙，阻止他们复仇，不是为了要袒护邝庆奎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，保护好我们烈士的子女。这件事情你要注意分寸。我很清楚邝庆奎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现在更加担心陈家兄弟的安全。你把手头事情先放一放，全力处置这件事情。邝庆奎不能死。明天上午我会和邝庆奎一起公审汉奸，我会劝他不去参加宴会，争取时间再去做陈家兄弟的工作。好，这些我全要了。好，我给您包起来。好，谢谢。天天炸，天天炸，小鬼子这么嚣张啊！炸弹炸我啊！阿伟，能不能收收心啊？你现在太毛躁了。坐下，坐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的任务就应该斋戒沐浴，静气凝神，然后准备明天的那场硬仗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正好有个事儿我要跟你商量一下，咱们那个捐款能不能把成本抛出去？这成本不是广州大酒家他们来出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不想让他们交了，我自己一力承担。老大，这实在是一份不少的钱，你从哪儿来钱啊？我把房子押出去，所以得把成本抛出去，否则我就没有房子住了。你别做一些逞强的事儿了，那个成本该人家交就人家交，你卖什么房子呀你？你疯了吧你啊！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啊！你现在就负责明天做好菜，剩下的我负责，好吗？你看，包括舞狮子的我也请了，唱大戏的我也请了。哎，对，唱大戏的请的正好是你妹妹那个戏班。
老谭，你请我妹妹过来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不是不想让你分心吗？我出去一下。啊？外面轰炸呢，宵禁了。我命大，没事儿。等到了新家，就有电灯用了。你非要安电灯，电灯不花钱呢。好了，不怕，钱够花。明天啊，把这些东西带到新家去，然后就在那边等着我。嗯，我给弟弟妹妹们都买了新被褥，明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。还是你想的仔细。等了解了安逸，带着弟弟妹妹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嗯。邝庆奎知道你回来了。走吧，我过来看看我哥。来吧。谭耀恒明天让小梅去长兴广场，会不会有危险？今晚上的炸弹都落东山了。大哥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到底会不会有危险？万一咱们行动失败了，我不想连累小梅。不会失败，每一步我都计算过了。小梅这一步你算到了吗？谭耀恒，这跟他没关系，他是好意想小梅多赚点钱。大哥，现在咱们要想的是怎么不让小梅去啊？小妹不知道明天我们要做什么，你就用谭耀恒的名义通知小妹演出取消，顺便送上违约金，这样她就不会来了。这主意倒是可以。不能出纰漏，否则我们三兄妹都活不成。怎么可能会出纰漏呢？你不是都算好了？我计算的是人心，人心是有价钱的，我给够了钱。大哥呀，钱哪有那么重要啊？人心没有那么好收买。好人的心是买不到，但是对于贪心的人，1两黄金1两心，1两不够我给1斤。你告诉我，一颗心能有多重？人心我倒是不知道，猪心8两。我计划的关键是得有人在酒席后给邝庆奎下第2剂药，这样就不会当场毒发，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，更不会连累到广州大酒家。那8两黄金那个人呢？我给了足足20两，当初救自己的命才用了10两。大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凡事都会有万一？如果万一我们失败了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？这个咱们总要想好啊。小时候啊，爸爸喝了酒总爱念诗，有几句他念的最多：阴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，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行，咱们拼了！走，快走，使点，好，走，快点，快点走，对，活该，太坏了！墙上的那些标语是你们贴的吧？对，这是个宣传抗日的机会。你们一向很会抓住机会，能有这份经验，真是难得。邝局长客气了，
国共两党联合抗日，正应该把双方的优势都发挥出来，密切配合。说的没错，但你们的优势也不过就是这些。我给你看看我的优势。应该公开宣判一下。你在教我做事情，乱世要用重点。看到了吧？子弹比传单更起作用。我提醒你，不要再擅自做主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邝局长说话还真是不客气。你忘了吧？你被我逮捕过，而且拷问过。我能让你站在这儿，已经是很客气了。我觉得邝局长实在没有必要抵触国共合作。我一猜你就这么讲，你又来了。我个人非常尊重联合抗日的大局，但是在这里，我只想听到一个声音。说白了，就是我的声音。好了，这个也算是咱们国共合作的第一次行动，庆祝一下。中午有人请我吃席，走吧，我借花献佛。这个酒席，你能不能不去？人家把这一席的捐款都给了我们警局，我必须得露个面啊。现在广州局势复杂，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谢谢。你师妹的哥哥陈山河前天回到了广州，躲在何继生药铺里面。我给你留面子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广州嘛，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如反掌关门。前几个月，他托徐南路在显基街购置房产，准备开药铺。这2天可能要开张。放心，看在国共合作的面子上，只要他不造次，我让他苟活。吃席去。餐具不搭调吧？这些都是过去13行出口西洋的瓷器，不如换我们店的。餐具确实不太搭调，但我爷爷是靠这个起家的。老爷子最怕的就是家道中落，所以今天用这个呢，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吧。啊，对了，后厨那边只留砧板和灶头就行，阿卫那边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
师傅，我今天除了要给你做这一餐饭以外，我还要干一件大事。成了，我天天给你做饭送贡品。要是不成，咱们师徒俩也快见面了。反正不管结果怎样，对你来说都是好事儿。新家这把得有2两重，回头啊，你得换一条结实的腰带了。老铺的，国产水果铺给徐南路藏医药书的。这把是颐和洋行保险柜的钥匙，跟徐南路合伙做生意，股份契约都在里边。之后你要是不想经营了呢，拿出去就能卖。我那妹妹跟她那师哥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那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吗？女婿算是半个儿子，子承父业了。我说的可不是荔枝生意啊，咱爸妈可不是卖荔枝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啰啰嗦嗦的，听得让人心烦。我给你揉面。我这心里边啊，最好的日子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你做饭，我偷懒，闻着烧柴香，等着饭菜熟。可是飞机啊，天天炸，保不齐哪一天这炸弹就落在我们头上了。邝庆奎的事，我不担心，不难，难的呢，就是这天上掉下的炸弹。你说这饭菜的香味儿，烧柴的声音，这好日子一下子就给你轰没了。阿芳，答应我一件事呗。广州大酒家今天就不去了。我知道你想在那儿等着我，你放心不下我，可是你得答应我，别去。万一我跟我兄弟失手了，不必收拾，拿着钱能走多远走多远，找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，然后开始想我。最好呢，想一辈子。要是我跟我兄弟没失手，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到咱们新家去吃面。多准备些面。我不是见过红星酒家秦老板，提高八成。秦老板，这就是我们前1楼的主厨阿正。厨师就应该遵照师傅们的指导，老老实实做菜，把菜做好。小心点啊！哎，丁宝，你可小心点啊，别给人家宝贝东西摔坏了。赶放下。你怎么一天到晚就喜欢欺负小孩啊？啊，文哥，嘿，听你这口气，是教我怎么带徒弟是吧？跟你开玩笑呢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对了，我有哪个糟哪个砧板的？你需要保密，我们呢需要避嫌。你看这样，今天这个后厨都是你的，
好的，行，那我们走了。阿威啊，看你的了。走吧。各位亲朋好友，欢迎大家参加这一次的素手试新菜品鉴拍卖捐赠典礼。所得的收入呢，将捐赠给广东省会警察局，以酬谢他们保护市民安全、抓捕日本奸细所做的努力。下面有请邝局长为狮子点睛吧。邝局长，该来西啊！哎，上礼好。那次飞行集会，你们是以唱片做号令，现在该承认了吧？我们说过，只谈合作，不久既往。可是你跟我说，在台上你只唱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，管不了什么良将忠臣，家国天下呀。不管不行了，国家存亡之际，没有良将忠臣，家国天下，唱不出良辰美景奈何天。哎，那这只能证明你们，啊不，证明你爱撒谎，不守法。你也很善于诬陷啊，还有绑架，知法犯法。走，我借花献佛，请你吃席。哎，邝局长，请上座。哎呀，你们随意。今天呀，我要跟小金好好喝一杯啊！好，坐。哎，别客气，坐吧。啊。邝局长，说两句。你看你，我今天是来保口福的，其他的事情呢一概不理，你们随意，不用管我啊。那我说两句啊，各位，今天呢，大家品尝的是我和陈卫厨师研制出来的新菜式，大家可以把想出的价格写在这上面，然后塞到这个瓶子里面，价高者得割烹技巧及1年的独家权利。刘浩，谭铁嘴，你这成本下的不小啊，这么多瓶子可得花不少钱吧？所以你得多出价呀，你不能让我亏得当裤子呀，对不对？这什么事？为什么是1年为期啊？因为第2年就出新菜品了。今天这些菜，明年全部公开，所有人都能吃到。1年就能回本啊？都是行家，尝尝就知道了，钱老板。那邝局长上菜了。好啊，上菜。好的，去吧。好。哎，金老板，哎，尝尝啊。好。哎呀，我
我喜欢吃粤菜，但是啊，我不让自己沉迷。人呐，无欲则刚。我在特侦队的前任梁平度也喜欢吃，每顿饭呀都让各种酒楼给他送餐。哎，办公室弄的那个味道，跟食堂似的。哎，你猜后来怎么样了？被人在饭菜里面下毒，毒死了。不是你们共产党干的吗？当然不是。我怀疑是南京干的。嗯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人叫蓝建辉呀。蓝教授，你那个酒肉朋友，他后来成了我的领导，南京派来的特务。那个蓝教授入职南京前，还真的当过大学教授。难怪把我们都骗过了。哎，尝尝这个。网游好谱，好赞。诸位，这道雀肉鹿糜，天一楼出价最高啊！恭喜倪老板。我们肯花钱，那是因为看中了这道菜的潜力。哎呀，谬赞谬赞。其实这个主要功劳呢，还是要给我那个小友陈卫的啊。哎，对了，下一道菜，网游好谱，很有。拍完了吗？黄局长，没拍完呢。刚才那道雀肉鹿糜呀，天一楼以800元法币拍得了，刚开始啊，这才是。那就凑个整儿，1000块，这一共12道菜，12000块。明天一早送到警察局来。啊？黄局长，这什么这个那个的呀？啊？都散了吧？警察办案，嫌疑人不灭，散了，哎，都散了，快点，散了。不是，黄局长，这场戏你搭的台啊？我搭的。那你也留下吧。过来，这边来。过来吧。邝局长，你这唱的是哪出啊？慢慢看不就明白了吗？哎，把客人请上来啊！是。丫儿来，走。哎，来，坐我旁边来。过去。
金老板，我很欣赏他，有胆子，脑子快。来，在他身上收到的。这心是真够狠的。早知道你搞全武行，我就不来吃你的饭。我是来请你看戏的。哦，对了，饭就别吃了，菜里有毒。啊！陈家三兄妹要毒死我。金老板，我答应过，让他们苟活，但可惜呀，他们不珍惜。毒死你，是菜里下毒还是酒里下毒啊？让满桌人陪葬？对呀。不，他们的手段有趣的紧。我计划的关键是得有人在酒席后给邝庆奎下第二剂药，这样就不会当场毒发，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，更不会连累到广州大酒家。2个药在我胃里边相遇，砰，我就被毒死了。还差最后一道菜啊！大家伙猜猜，在后厨的陈卫会不会往菜里边下上药啊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金老板，其实呢，这陈家兄妹对我来说是借选之机。今天我非常想看看你是怎么做的，一会儿等最后一道菜上来，就算是人赃俱获，那个时候我无论对他们做什么，你都不会介意吧？就算他们真的要报仇，那也是情有可原。他们的父母是死在你的手上。这个你不会否认吧？人人都报私仇，要法律做什么？那么根据法律，你会判你自己有罪吗？还是你会依法惩办另一个当事人廖四六？他们3个是我党的烈士子女，你伤害他们，就是破坏国共合作。我们会把官司打到南京，找蒋委员长评评理。有道理。哎，如果他们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把我给毒死了，那算不算破坏国共合作呀？他们要杀人，杀人不该偿命吗？局长，这是最后一道菜，懒人蟹肉烩鲜莲。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这个时刻太美好了。陈卫，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毁了我？我付出多少心血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一辈子的支撑啊！你为什么非要杀他？啊？你杀他为什么选在今天呀？老谭，你疯了吧你？你别演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谭老板，是陈卫让你为警察局捐款的吧？你也有事，带走。是，来人，带走。是。你害死我了，陈卫！
既然是国共合作，今天呀，我交给你来审判。金老板，看看你是怎么秉公执法的。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，现在是人证物证都已经齐全了，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，也就是铁证如山。好啊，那我就先吃口菜，再喝下那瓶药试试。但先说好了，我吃完喝完，你放他们走。